情的太阳，可阮的沙漠，别阮满身的汗流甲淡糊糊，我着沉重的脚步，要走千里路途，为何沦落江湖？为何命这苏阳门一路新流。新币建设，三个庄稼人攻击多兵客，多兵客强打上不过，唔敢轻易所出绝招。三个庄稼人特别使用我迄个暗器射杀多兵客咯。多兵客测出三个庄稼人是伪装的，所以点出凌空术消失现场。果然新仇不还呐！看瞧多兵客，无名何必得？有名得不了，名条日经过。这里是苏阳门，也是温新婚呢。飞龙大帝点3000武士到暹罗门，向鲁新良这边提亲。人间一道金光，阿弥陀佛，毕竟乃是暹罗输家。无过时也。对啦，诸位，此刻乃是鲁新良传官的时候，无要接来宾，请多多原谅。阿弥陀佛，本座为鲁新良而来呀。哦，因为鲁新良跟我有缘，所以特来提亲咯。阿弥陀佛，本门的法规。学徒也未出师进前，是不许谈俗家婚事。鲁新良何时才出师呢？伊来学艺既有实在，伊艺高公正，要穿过天关7窍机关赛公榜，就算出师咯。但是最后剩一关而已。剩这关大仙桥比较困难咯。出师后我就会当与他谈婚事了。人也失陪。千岁，这个和尚自命神圣高僧，什么因的法规都要出师才会当谈婚事，让地主进去叫鲁新良出来见驾。这个门边有字，请看会清楚。写一个先必无关键，凌驾难靠索，日落进山门，曙空为露天。我唔知意思。这个意思是等日落才进入，安尼比较安全。千岁，现在才在中午了。等下到太阳落山，浪费时间啦！我点轻功进入吧，小心，追！喊不出，喊不出！哎呀，赶紧输用！好，遵命。蒋武士啊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暹罗门神秘境地，等候日头落山再进迷敌。是。莫
亏中将的了解，追悔红为数怪，攻击红武断肠人，经过这么时不能得逞。最后红武断肠人特别使出旋风更魂的绝招咯。无够看，大家吧，高兴出名啊哈！哎，红武断肠人呐！再打你啊！寒惊困难，信心十足打过难关。免对我把我刁难，因为我是人自寒。成功失败人言，去到hoàn安，名声着爱顾赞。命运袂当共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还要断还要抢人啊！嘿，你帮助伊比主任哈，我下要两支的啦。人自寒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打过难关。免对我把我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人言，去到hoàn安，名声着爱顾赞。人命运袂当共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千岁，日记定死咯！我进入去叫卢新良出面，小心为要遵命。全家九龙帮的来呀！赶紧在小王一地。遵命。新别降罗门，日落也不能进。好，将人来，在这个附近安营扎寨，好卢新良出塞，以他谈婚就是。五人头啊，你有看哦？在这个暹罗门的外面，3000武士其中的几名唔信邪，所以入去内面的失败啊！嘿，做我这个五人头诶，看有着的这个神秘，就是这个所在上界神秘啊！一门也无关，内底也无看，半行酒是昏雾一片啊！也甲两支大条，安尼领叫做暹罗文呢。也啥物讲苦海卢新良伫内面伫咧练功夫咯。这个飞龙在地也是他真凄美啦，为了娶某也无收了一切，喺个所在伫咧等，强强特别讲提亲。迄个和尚是甲伊讲有法规，伊就唔信啥，入去安尼凄惨落魄。文世先生啊，你是神秘中的神秘，袂啊？若讲神秘是你这个五人头的较神秘，系啊。你安尼甲我讲安尼，害我足歹势。我毋是神秘，我也是麻痹啊！你甲看，暹罗文的边啊招牌写这字，我感觉真疑问呢。神秘无关键，是啊，会晓关门的人慢慢识数啊。宁家难枯索，是啊。牛人，你无法度通甲伊驱索伊行动啊！
日落进厦门是，就是讲迄日三字，迄日若无去的时阵啊，安尼才会当进入迄个门就对啦。司空为了天，飞龙大帝就是无了解第三句，伊以为讲太阳若是落山，就会使咧入去，所以才会招成失败啦。迄般人拢是笨蛋。多日叩见父祖先福，先福。红礼为何随头送去呢？众家人所说，我若会当收拾苏阳门，伊就得要落面投降，全天下得我一统。但是呢，这个苏阳门找无优秀一名多名客，绝对四散五里啊！多名客是何许人哦？是中原来的怪客。祖父伫咧讲，这个多名客毋是苏阳门，便是温心佛。哈！如果多名客是苏阳门，非斩毒不可。好，出令调集天斩门救火八表五龙七龙，展开杀敌之势。遵命啊！也迄个第二代一天斩魔军派出五龙七凤救火八表，特别收拾多名客。系啊，安尼多名客比什么？这免讲啦，多名客是人，也毋是神仙。一个人哪有可能得过现世杀手呢？哇！烦恼又个烦恼啊，得烦啊烦恼。你这个五人头的食饱伤闲呢，所以专门伫咧替人烦恼，烦恼的烦恼啊！新少年，武林中的强暴山羊，我良心红，有何不妙？一有天人门的任务，特别南西罗明客，见了罗明客在相处面前，一我如何超过会会分解？靠背啊！你老三现在种危险呢，要我咧专讲去采这个武林上界新的消息，这个武林快报咧我你听，你就哪个先来？刷去啊！红片讲话你袂明，佮讲平紧的，你咪听无半句呢？你听无半句呢？是啊，讲较慢呢。安尼好，一届我往年的较慢半年啦，安尼啦。安尼我毋则听有。你了，安尼你就听有啦吼。安尼咱赶紧想办法来解救多名客就是。无啊，你先啊笑拢笑伊一片空出来是安那？你菩萨为何啊？哎呀，你有心难报，我想你要去解救他人呢。见他你有讲我现来，我也是讲想办法要来解救你了。我毋是讲我即马得要去甲伊拼了，你就听好了。按新办法，抬我上来呀！哎呀，有了！安那，什么办法？我想你这个真假仙来化妆做庄稼一个模样。免啊！我讲你听啦，天斩门唯一的希望就是爱庄稼人露面伫个所在，俯首称臣，因着心愿已足，也闭门封剑。安尼意思就是叫我化妆做庄稼人，去迄个天斩门外面头前，专甲露面互伊画，为了甲伊砍头。安尼，就冇来念。是啊，咩人？啥咧卖棒？太通啦，卖棒。唔是啊，迄我这人家现在面人诶嘛拢会认了，我这偏拢哪？也毋则讲就爱偏甲细土豆类。细土豆类不但这个偏会怎整起来，刷落去你红偏就会无去啊。细土豆酸甜甲味真艰苦，也得用喙喘啊。一甲过年较啉来哩。我教你的办法，教你讲口白，有听无？袂使闹开哦，闹开你免甲你打死。好咯，你化妆会成呢？有啦，就要化妆啦，行啦。来，
我甲你家遐讲一个听看卖哩。好，安尼我当面个讲一个东亚人的口面哦。嘿嘿，我这里想想我暗恋这样回音。我乃是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魔魁中将人咯。顺我家生，敬我家亡。今来到你天山文主面前，俯首称臣啊！嘿，赞，温和些，温和些。老三话我偏足听呢。马紧较忍耐，来咪好啊啦。迄土豆唔知哪伊袂？袂啦，一角过就好啊啦，行啦。哦好，入来去，入来去。原来庄家人在了本文主面前落面了。我第二代天山魔君车轮，领敌一统武林，一统绿林。庄家人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蒋继成啊！不可能啊！我是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魔魁庄家人，哪有可能做你的蒋继成啊？顺我家生，敬我家亡，啥物？一摆讲安尼是无算数的。我庄家人得要回山体温，去个。土豆啦，土豆啊，滚水一杯红我啦，滚水啦！来呀，赶紧甲放一杯滚水互伊，做咩啊？啊，滚水啉咧。你是安怎态啉滚水？什么土豆？我人气用诶。不是，这个庄家人看到真奇怪呢。头拄安尼伫咧家扫，什么啉滚水，什么讲土豆，庄家人算是一个名门的仙角，为什么？什么土豆？奇怪，来人啊！赶紧去甲掠倒转来，做兵啊！你啥物咧滚水，啥物咧土豆啊？将详细情形讲互我父子听。我都我心气硬，也安尼哦，迄个土豆啥叫斗入面呢？吼，迄今日哪有惊一个蛤蟆死？好佳代呢，芳滚水我滚落，若无落来，我就硬死啊！你毋是庄将人哦？你到底是谁？何方的怪人敢冒起我庄家人的模样招是招来？可惜本文主不能用阮你。我忘啦，我是庄家人的姓汉的，叫做殷家仙。哦，殷家仙，我老早捌听你的名，今仔日看到你的真面目。嘿咯，文友啊。我就是去迄个老三卖弄路两天个迄个三款的吼，甲压命啦。我叫我蹛见到东亚人的模样吼，安尼来遮恁大家心满意足，也袂去害死农民去安尼啦。不中用的东西败坏魔魁庄家人的名誉哈！来啊，甲掠入去拍80个毒棍赶出去，准备，预备。庄家的人来呀！准备下山收拾多明客啊！报告，文主，多明客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多明客自投罗网啊！来人啊！保定仪态呀！告辞，这毋是台客之礼，也毋是处世之法。听着，处地势义方，处乱世义冤，处一贵之事，当方圆并用。
太善人无宽，太恶人无严，太庸将之人当宽严护存。教授，这几字互你做参考，希望你三思而行。过时咯。对啥对啥，若要拍我啦！专者鱼虾水冻茶，哼，看了嘛仙。哎呀，对，等咧，出世，真是出世之法啦！教授，你想什么啊？杀啦！这嘛好，来人啊！准备检查。罗明客之言不能听我做什么告诉。哦，父亲明示。伊伫咧讲，你无啥我了解，我就讲一遍互你听。基础太平之势，待人接物爱用迄个方正的行为啊。基础在这个乱世呢，最好啊，你就要用圆骨的行为哦。若是基础在这个积贵末世的时阵，乱正也甲这个圆骨拢总爱用咯。第二段伊伫咧讲，太善良的人应该采取护实仁慈的态度。太恶人就爱用这个严谨的态度，若是太这个平庸的人，就爱宽严平息咯。我回山，皇上父亲定听，皇上祖免咯。咱不应该处处用这个强硬做法，不但如此，一定要放弃统一武林的念头，闭门封剑，冤气和谐，这是明智的。同你来啊！从今以后，天山门闭门封剑嘛。无志气的老爸，乱辱的阿公，地说天山门这款的失败啦。行，归来咯。真假先。我叫你调查苏爷门的消息报过来。有啦，我带你来去看苏爷门就对了。行吧。叮，洪武段强人决提3名膜拜庄家人咯。黑暗，三国中黑暗的铁堂内禁一个苏爷门。庄家人认为，这就是最后目的地。嫌疑，这是真正的苏爷门嘛？多名客是苏爷门，也是阮身份的，请官速接。苏爷门一如新娘。